各位鄉親大家好，今日帶大家走入開平碉樓嘅願望銀行，睇下我哋太爺太媽點樣將好意頭篆刻成金漆招牌。話你知啊，碉樓嘅名唔係隨便改嘅，每一個名都係代表住碉樓主人嘅許願符。講到最有意頭嘅，梗係塘口鎮石灘村嘅如意吉祥樓啦。當年起樓嘅華僑金三伯話齋，如意要似龍眼掛滿枝，吉祥要似潭江水長流。你知唔知啊？樓頂嘅琉璃瓦特登燒成獸圖形，連窗眼都雕成銅錢樣，真係防賊又招財，一舉兩得啊！如意吉祥樓個家族仲有個古仔，起樓嗰年剛好新鋪有起，金三伯即刻叫人刻嘅雙喜臨門石匾。你估淨係裝飾？錯，而家碉樓裏邊仲保留住當年滿月酒嘅菜單，連蘇蝦仔嘅銀手鐲都行向咗牆縫入邊。話要後代子孫摸到福氣啊！其實當時嘅智慧就藏咗呢啲碉樓嘅名字裏，除咗以期望吉祥富裕為願景起名，仲有嘅碉樓名表現住團結互助，比如智眾樓、協群樓，又或者寄望社會安寧，比如居安樓、保安樓等，亦都有弘揚傳統美德嘅願景，比如崇禮樓、宣德樓等等。開平人嘅文化自信早百幾年就玩到出神入化。你身邊有冇啲好有意思嘅朋友名？留言分享下，記得關注我，下期帶你哋碉樓裏藏住咗金三伯絕命銀信。